赵美人，你该回宫了，让姑送送他吧。恭王，请你保重身体。陛下已经颁旨，很快就会接恭王和太后一起去贵宫居住。有了宫里的太医会诊，恭王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好好休息吧。陛下真的说了接康儿回宫吗？要是果真如此，那就太好了。贵宫虽是冷宫，可终究是宫里，太医为康儿诊查治疗，还是要方便些。来，坐吧。陛下也是这个意思。飞燕呀，你看谁来了？太后，姐姐，妹妹。何德就要进宫了，你这个做姐姐的要多关照她，知道吗？上来吧，何德。妹妹还好吗？太后待我很好，姐姐不必挂心。倒是宫里的水土好，多日不见，姐姐的气色和风韵都更胜从前了，是吗？陛下是个温柔的人，妹妹也将要进宫了。依你的天资，我有的妹妹都会有，你又何必羡慕我呢？姐姐能在宫里尽享荣华和天子的宠爱，妹妹我又怎么能和姐姐比呢？再说你我同出一胎，姐姐富贵了，我这个做妹妹的自然真心替姐姐高兴呢。公孙夫人到。参见定陶太后。公孙夫人此次亲自前来，有何贵干呢？这些参膏是千年人参制成，太后赐给恭王调养身子，请定陶太后安居贵宫照顾恭王，不必有后顾之忧。谢太后，有劳公孙夫人了。皇上已经传命所有太医为恭王诊病医治，愿恭王早日康复。臣妾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回来，你干什么去？臣妾打算把这千年参膏端去熬成汤药。太后，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什么要扔掉？贵重？谁知道这参膏里有没有毒？夫人为何是那么不乐呀？有什么心事不妨说出来，奴婢可以为您分担。说出来有何用？谁让她是我妹妹呢？我的妹妹天生的尤物，无论是风韵容貌还是心机手段，均在我之上。但凡是男人见了，没有一个不倾心的。夫人原是为这事忧心呐。其实，依奴婢看来，这是件喜事，夫人应该高兴才是啊。此话怎讲？这永巷啊，住的都是皇上的女人，上至皇后，下至佳人子，还有昭仪、婕妤、美人、八子、充衣、良人，皇上想要谁就可以宠幸谁。而这些呢，又都是看得见的，有名有分的，在这背后又有多少人想方设法争着受宠呢？夫人，依奴婢看，与其让陛下去宠幸其他人，还不如夫人你们姐妹联手，一旦皇上流连忘返，自然会远离其他人。夫人你想想，你们毕竟是亲姐妹，
在永巷，多一个亲人总比多一个仇人好。将来无论你们姐妹二人谁诞下皇子，都是共同的依靠啊。何德，你的机会来了。一切全凭太后安排。宣你进宫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论天资、容貌和智慧，你一样都不比飞燕差。你可知道姑为何这时才送你进宫吗？女人之间就是这样，有时会是姐妹，有时会是密友，有时还会成为天敌。你们俩一起进宫，保不齐就是天敌。而姐姐在先，妹妹在后，顺理成章。这样的话，你们俩就还是姐妹。何得只有姐姐一个亲人，怎会有非分之想？进了宫，就是姐妹，也会反目成仇。你还年轻，来日你会慢慢领悟。不过，在进宫之前，还需要将一件事先办妥，要征得飞燕的同意，你才可以进宫，明白吗？何得知道？机会稍纵即逝，尤其是在宫中，你若想出人头地，就更要把握好机会，不能流失，明白吗？你那姐姐的性子不比你刚强果敢，活在永巷，你比她强多了。如果有一日，你可取她而代之，那也是你的造化。多谢太后美言，长幼有序，我怎会取姐姐之位而代之？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你们两个哪一个可以代姑迷住皇上的心，就没有白费姑的一番心血栽培。何德啊，睁开你的眼睛，挪开你的步子，朝着永巷走吧，就像是水中的鱼，天空的鸟。永巷的姹紫嫣红，都是为了你。陛下，飞燕怎么还不来陪朕？赵美人还在梳妆呢，请陛下稍后片刻。其实，赵美人虽美，却不如她的妹妹。朕怎么不曾听说她还有妹妹？是个怎样的美人？说来听听。赵合德貌美如花，肌肤晶莹剔透，婀娜动人之处，比姐姐有过之，而我不及呀。你先退下吧。薛赵合德入宫觐见。何得不能随夫人入宫？你这是什么话？何得自幼父母双亡，与姐姐相依为命，请夫人代为向陛下转达。若想命我入宫，除非有姐姐的意志，否则何得宁死难从。爱妃，你一个人在宫里，朕不能陪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寂寞？偶然有过。那朕把你的妹妹接进宫来怎么样？姐妹俩也有人说说话，相互之间也有了照应。多谢陛下体贴眷顾，赐我们二人团聚。好，既然爱妃应允了，那改天朕就派人把她接进宫来。
妹妹在这永巷住的还习惯吗？妹妹到永巷不过是时常能见到姐姐罢了。要说是习惯，那还是外面随意。妹妹真的这么想吗？你刚来这里，陛下都还没有见过你，就赐你住在这少平馆。相比之下，陛下对妹妹的宠爱，我这当姐姐的也羡慕之极呢。姐姐说哪儿的话？我之所以能住在少平馆，还不是陛下爱屋及乌？听宫人们说，自从姐姐入了宫，陛下非但夜夜承欢，而且还整夜留宿。真的吗？妹妹从哪里听来的？都是一些传言罢了。陛下宠爱的又不止我一个人。你呀，我妹妹都已经进宫了，陛下打算什么时候见她？朕都不着急，爱妃倒是着急了。我还以为陛下巴不得刻下就见她呢。朕巴不得刻下见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你的嘴可越来越甜了。什么？难道天子还要讨妃子的欢心？香炉都已经用完了，臣妾去取吧。哎，让工人去取不就行了吗？工人都被你逼得远远的，还是让臣妾去取吧。爱妃这么快就取来香露了？爱妃，是不是等得有点着急了？陛下政务繁忙，能跟臣妾泛舟，臣妾已经心满意足了。要不然咱们走吧。哎，再等等。爱妃，何得叩见陛下？哎，免礼。走吧。可是我们三人共乘一舟，是不是太挤了？不会，爱妃要是怕拥挤，就坐在朕的膝上吧。走。皇上，你看那边，皇上。哎，你们看，那边景色不错，我们过去看看。好，皇上，你都出汗了。还是爱妃纤细呀，啊！我问你，陛下最近一次来昭阳殿是什么时候？回夫人话是10天前。这么说，这10天，陛下一直在少平馆。是。现在宫里到处都是闲言碎语。他们都说什么了？说，陛下对邵氏夫人已经到了心醉魂迷、流连忘返的地步。心醉魂迷，流连忘返。哎呀，是啊，就连少平馆那边的教习都看不下去了，说主子是祸水，要灭火呢。谁不知道大汉的命脉就是火呀？这种掉脑袋的话他们都敢说。他们还说什么了？他们还说陛下在少平馆的床地之间。快说呀！宫廷之事，晦暗难明。恕陛下，恕你无罪。是，听说陛下把邵氏夫人的苏兄当成是温柔乡了。原话是：朕当终老世乡，不愿效法孝武帝追求白云乡了。陛下真这么说了？千真万确，奴婢不敢信口雌黄。快起来吧，陛下不要让臣妾为难。这后宫永巷的嫔妃
哪一个不是想把朕留在自己的身边啊？自己把夫君往外推的，恐怕只有你一个人。爱妃还真让朕长见识了啊！君无戏言，陛下答应臣妾要去姐姐那边，怎么能言而无信呢？公公，陛下启驾昭阳殿。是。夫人，夫人，奴婢接到消息，陛下在来昭阳殿的路上了，片刻就到。好啊，快退下。臣妾不知陛下驾临，臣妾该死。爱妃不必多礼。陛下稍坐一下，臣妾去就来。嗯。平身，此座。婕妤夫人，请上座。前几日啊，叶婷送来了今年的谷雨新茶，今日特意把你们叫来，是想请大家来品品茶，顺便也唠唠家常，所以大家都不必拘礼。你们来永巷的日子或长或短，也大都有过侍寝的时候。陛下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可仍旧无子嗣，事关皇统，上至陛下与孤，朝中的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已经望眼欲穿了。民间喜欢把花儿比作女子的命运，只开花不结果，只能风光一时，不能富贵一世。你们都是我的好儿媳，能给皇室诞下子嗣的，将是我大汉第一功臣。到时候母以子贵，荣冠天下，那自然是不必说了。是个男婴。你好好休养吧，婴儿自有奶娘照顾。不，太后，让我看看我的儿子。太后，康儿，快看，你做父亲了。儿啊，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看看他和你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拜见太后。太后，让我抱抱孩子吧。你刚刚产后，身体还虚弱，还是多加休养吧。至于心儿，你无需挂牵，自然会有奶娘照料的。
心儿好像也该吃奶了吧？来人，把她抱走。夫人，不可！大胆！你只不过是个奴才，我是王妃，这轮不到你说话。谁在那大呼小叫的？太后，心儿她哭闹不止，我怕她饿了。我就知道是你。心儿饿了，自然有奶娘喂她吃奶。我这个亲生的祖母，不会饿到我自己的孙子吧？只有太后成全，请允许我给心儿喂奶吧。你还等着干什么？还不快把我孙子抱走！你休想过来，他是我的孩子。太后也身为人母，请太后成全，就把心儿留给我照顾吧。你是心儿的母亲不假，可心儿他是姑的孙子，也是未来王位的继承人。姑要好好的把他养大，以后他会走进未央宫。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交给你呢？妹妹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不用侍奉陛下了。姐姐还不知道吗？恭王怕是不行了。你怎么知道？都什么节骨眼了，还问这些？若不赶快去见他最后一面，怕是今生再也见不到了。恭王，恭王，飞燕，飞燕来看你了。飞燕，我要走了。不会的，飞燕，今生未能与你结为夫妻，是我最大的遗憾。你走后，我无数次的幻想，那年在阳和公主家，也许我鼓起勇气向皇帝哥哥说出实情，说不定我们两个会在一起。可我什么都没有做。我恨自己的懦弱。皇上驾到！飞燕，你先下去吧，我有话单独对皇兄说。皇兄，你我虽非一母所生，但惺惺相惜。有你这样的兄长，是我的福分。这是你我兄弟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请你答应我。康帝，别再说了。朕已经叫人传太医。皇兄，从小母亲就叫我取代你，要成为你。可你知道吗？
我一生中从未羡慕过你，但只有一次，仅仅只有一次。我希望取而代之，因为只有做皇帝的你，才有资格照顾他、疼爱他、给他幸福。本来这个秘密，我打算保守一辈子，可没想到刘康不容有，这么快就要死了。皇兄，请你答应我，你尽管说。我死后，魏延托付给你，请你善待他，如同善待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哪怕他犯了错，都请皇兄原谅他，保护他，永远不要伤害他。皇兄，你答应我好吗？答应你，皇兄答应你。那我就放心了。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康帝，心儿啊，你父王走了，你以后就没有爹了。你父王虽然走了，可是我还有你。你一定要代替你父王，完成他的心愿。我一定会把你送到未央宫，送上王位的宝座。康儿，刘康就这样走了。那一年，永巷的春天来得早，也去得早。暮春时节，落花如同飞雪，蔚为奇观。当时的我能切切地感受到作为母亲的傅瑶因为儿子的英年早逝所带来的痛苦。即使傅瑶一生从未放弃视我为敌，但当我见到他时，一种叫伤痛的东西在那一刹那深深地触动了我，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可是没有料到的是，对于这种悲痛毫无知觉、天真无邪的那个婴儿，却在20年以后改变了我和傅瑶的命运。
下。康帝走了，朕的心里很长一段日子都是空空的，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朕在康帝临行之前，答应过他要善待你，朕一定会履行诺言，以慰他的在天之灵。臣妾与定陶王相识在陛下之先，少时懵懂，的确有过情窦初开。后来，臣妾进了宫。爱妃不必多说，朕自然明白。往事就是往事，朕不想问，爱妃也不用答。朕有些乏了，要回去歇息。请容臣妾为陛下引路。来，陛下。难得今日陛下兴致高涨，姐姐长袖善舞，何不来一曲助兴？好，爱妃，快给朕起舞一曲如何呀？臣妾愿意起舞助兴，只可惜，可惜什么？可惜臣妾的绿罗衣已经破损，怕有损圣名。唉，这永相的衣食俸禄全都是皇后说了算，姐姐想要的罗衣并不在皇后赏赐之列，这可如何是好？竟有这等事，那为什么不直接叫少府送些新的来呢？谈何容易啊！这有何难呢？陛下，少府只听皇后的，我们姐妹二人说的话，怎会有人听呢？不但没人听，还会落人笑柄呢。哦，那就传朕口谕，今后你们姐妹二人喜欢什么，就直接叫少府送。那真是太好了，臣妾一定好好做几件罗衣，为陛下献舞。来，陛下，来，已经有工人去数过了，他们挑的各种花色有20匹之多，凭他们身份怎么可以挑选？真是不像话。皇后驾到！殿下长乐无极，免礼。谢殿下。怎么回事？大胆奴才！永相嫔妃的衣食俸禄一律由皇后殿下发放，你们竟敢越俎代庖，擅自主张！奴才不敢，请殿下息怒。不敢？这个作何解释？殿下问话为何不作答？回殿下，此乃陛下圣旨，奴才不得不从，请殿下息怒。哼！这永相一向是皇后掌权的地方，皇上什么时候管起后宫的事来了？我看说不定哪天皇上还为了这姐妹俩修改汉制。事到如今，皇后再继续忍下去，威仪何在？应该向皇上上书，表明你的心意，压制赵氏姐妹的气焰，这也是永相所有嫔妃的心意呀。妹妹今天在少府也看到了，皇上哪里还给我留半点颜面？永相中的嫔妃，没有一个看得过去的。人活一口气，故一直忍让，听之任之，可到头来，却是这般的羞辱。此番妹妹一定要帮我，不管怎样，一定要上书陛下，以明心志。上书陛下，乃三公九卿为了江山社稷所为，
姐姐此举，恐怕陛下未必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啊。外朝内廷各有所主，皇后乃永相之主。皇上冷漠，叶蘑菇也就算了。如今织锦之事，也是众口喧腾。此番若姑不勇于陈言，势必会成为永相中的笑柄。姐姐，此事还是禀明太后再做定夺吧。太后也奈何不了皇上，到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妹妹要是害怕，那就算了。我学问虽然不如你，也不至于写不出一份奏折。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行事之前要顾虑周全才好。都周全了，整个永相，谁会认为皇后楚楚可怜，弱不禁风？是和伤春悲秋，即便皇太后又何曾不是这么想？妹妹，是我折磨过于你，这口气我憋得太久了，如果再憋下去，我会抑郁而死。若你不帮我就自己办，好歹让大家都瞪亮眼睛，中宫的主人还在。有此理！陛下，交房殿的许皇后，乃是陛下在位前太后所选，并非皇上心仪之人。许皇后入住中宫多年，既无子嗣，也无欢宠，想保住后位，可是不容易呀。何德、飞燕，你们两个想不想当皇后啊？请太后明示。要想做皇后，眼下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到底是谁的主意？说啊，敢做为什么不敢认呢？殿下，是我写的奏折。不，殿下，是我让阿田写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糊涂！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出大事的？殿下，臣妾没有想那么多。陛下重朝阳殿而薄中宫，不断削减中宫的开支，涌向各路嫔妃都是怨声载道。我身为皇后，是掖庭8区的表率，不平则鸣，并不是有意犯上，只不过是提醒皇上。那你们为什么不能私下跟皇上说呢？非要动用公文，弄得世人皆知，你们让皇上的脸往哪里搁？你以为你动用了奏驳，皇上就会回心转意吗？还有你阿田，我一向认为你聪慧可人，没想到你跟皇后一样糊涂，非但不拦着他，还跟着一起胡闹。你们事先为什么不禀报于姑呢？殿下，一切都是臣妾的主意。臣妾以为知己是想，皇上为了偏爱，动摇汉之势大，不管陛下有何责罚，臣妾也一意承担。不，此事臣妾也有罪责。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忍一忍？现在叫姑怎么帮你们收拾？臣妾愚昧。现在哭有什么用啊？退下吧，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亡羊补牢。陛下今日兴致不高，有何心事说出来，让臣妾为你分担。我猜呀，定是上回我们姐妹要织锦的事情，
让陛下为难了。爱妃怎么知道？都是臣妾不懂事，向陛下索要织锦，才惹得皇后生气上书，让外朝内廷众说纷纭，请陛下责罚臣妾。与你们无关，起来吧。跟朕说说，你们都听到些什么呀？这有些话说来实在难听，陛下不听也罢。不，赶快如实向朕道来，不得有丝毫隐瞒。臣妾不断听到宫女和业者们纷纷传来闲话，说我大汉自高祖至今从没有过皇后为后宫琐事上书，还说皇后敢做这事，后面一定有人撑腰。